第17章，阿爾瑪和他的人民逃離拉曼人。有一日，當阿爾瑪嘅人民喺田入面做工嘅時候，有一支拉曼人嘅軍隊越過邊境，嚟到佢哋嘅土地上面。尼腓人好驚，即刻跑去城入面匿埋起嚟。但係阿爾瑪話俾佢哋聽，要記得神，而神一定會幫助佢哋。尼腓人就開始祈禱，主軟化咗拉曼人嘅心，佢哋並冇傷害尼腓人。呢批拉曼人係喺追蹤臨海王嘅人民嘅時候蕩失路嘅。拉曼人答應阿爾瑪，只要佢話俾佢哋聽點樣返到屋企，佢哋就唔會為難佢嘅人民。阿爾瑪於是指導佢哋返去嘅路途。但係拉曼人冇遵守諾言，佢哋喺土地嘅四周派衛兵看守，使到阿爾瑪同佢嘅人民失去自由。拉曼人嘅國王派艾繆倫做阿爾瑪人民嘅統治者。艾繆倫曾經係尼腓人，係以前挪亞王嘅壞祭司。艾繆倫要阿爾瑪嘅人民做苦工，啲人民於是祈禱尋求幫助。但係艾繆倫警告，只要被捉到做祈禱嘅，都要處死。人民就喺心入面做祈禱。神聽到佢哋嘅禱告，並且加強咗佢哋嘅力量，使佢哋嘅工作變得比較輕鬆。人民好快樂，而且充滿咗耐心。人民嘅忠信令到神非常喜悅。佢話俾阿爾瑪聽，佢會幫助佢哋逃離拉曼人嘅勢力範圍。人民喺晚上將啲食物同牲畜集合埋一齊。第二日清早，神令到拉曼人瞓得好冧，阿爾瑪同佢嘅人民就趁機離開咗呢個城市。經過12日，佢哋嚟到柴雷罕拉地，摩賽亞王同佢嘅人民都好熱誠咁歡迎佢哋。